啊，你来园到底是讲到多少？算啊。你有这一个？啊是有啊，是那。烂了了。干没有你啊？有啦，人阮较轻啦，无阿妈会听。伊人个哥哥较轻力。啊，你较轻咱就无练着啊。你敢有食过面条？哎，无呢。你讲这个书诶？一包3块。我是爱我可能就快休息一天。